呢隻變頻咧，2024年2月15號訂料，把風扇壞咗，拆咗出嚟訂料。2025年3月14號，一年未訂到返嚟，咁樣買一把線，等佢着返先，着返個變頻先，買一把喺度吸住向上吹。跟索掣行，冇辦法。跟索掣行咁啊，着返嚟先。而家就外置抽氣扇用住先，碼咗喺呢個位，咁啊跟個變頻器個索掣俾電，變頻器着咗佢。好，手工藝製作，外置抽氣扇，變頻器，手工製作。有夠長。好，而家裝好個外置風扇，咁啊220嘅外置風扇，有個 warning，但係都行到嘅，有咩 warning 嚟㗎把線？咁樣咧，成個 control 就係24伏嘅，所以個220咧要拉線喺度拉條 L 220俾經過個變頻器嘅 relay， 跟變頻器嘅 relay 着，熄機嗰陣時都會熄嘅。OK， 好，完成，粗粗地用住先。咁啊，訂咗把線返嚟，再換返落去，不過唔知幾時。